度众生，莲花朵朵，心弘名号，弥陀生生。上报佛恩，何担家业，仁德济世，利生圆满。愿心广大顺时代，慈悲弘法不倦怠，欢喜救度顺佛愿，身心自在把佛念。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节奏加快，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匆忙，都市亚健康正在悄悄侵蚀人们的身体和心灵，身体的疲惫，精神的压力正在摧毁我们。寻找喧嚣中的宁静，疲惫中的超然，成为每个忙碌身影内心最大的渴求。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开始出现一种动感活力的全新健康运动——念佛拍手操。这种健康运动的发起人是著名的台湾法师上广下心上人。上广下心上人一直倡导以众生解脱为使命，以世界安乐为目标，以名号弘扬为宗旨，以西方净土为依归。他提倡让佛教动起来，使佛法不再神秘高冷，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给人们带来健康和快乐，同时也净化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丰富了生命，升华了信仰。他先后创作了近100首念佛歌曲，创作了动感活力的念佛健康操，如今又推出了简单易学的念佛拍手操。咱们很多的这些莲友啊，都也非常喜欢您的这个开示，说您这个讲法呀，非常的这个生动活泼。那您现在又推出了很多的这些念佛歌曲，然后他们说师父这个创作这个念佛歌曲的这个频率特别快，那他们说师父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灵感，或者是怎么得来的呢？师父可能是佛菩萨慈悲，师父就想到说，是不是能够求诸佛菩萨加持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灵感。所以在无意之间，我经常都会在念佛的禅修过程里面，就听到空中有很好的声音。那我自己虽然不会做，但是我听到了，我不应该独享啊，就是我就把它赶快做出来。请音乐老师就帮我制作，所以这些歌曲是这么来的。师父这个现在已经将近80首了啊，是有很多，这些音乐大家听起来都非常好听，是有的很时尚，是节奏呢也都是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心态，而且师父的音声呢，他们觉得非常摄心，很摄受。那师父他们说最近师父编排了念佛拍手操，是说是这种那个念佛拍手操，既能让大家就是说解决健康的问题，还能让大家就是说不起妄想的去念佛修行。请问师父是这样的吗？我们为什么创作这个念佛拍手操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佛教不能再保守，太落伍了。是的，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年代了嘛，可以讲说太空时代，太空时代，对，太快速，所以我们要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再加上配合这时代的需求，对，所以我们应该极力的创新，能够接引年轻人来薪火相传。是的。那么这个念佛拍手操啊，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动作的过程里面不打妄想，是的，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对，内心会很清净。那么清净没有妄想，你清净心，这个跟佛呢就会感应道交，业障消得特别快。业障一消，你看身体自然，第一个烦恼减轻嘛，身体就健康。第二，你在这个动作的过程里面，那这个整个经络嘛，经络就打通了，所有的身体也柔软了，所以对身体很有帮助。是的，娱乐。然后又方便念佛，又能帮助身体健康、身体强壮。
哎呀，我想这个是很需要的。目前这个社会这种年代，如果说能够好好普遍的来去介绍的话，我想众生帮助很大。现在很多的人呢，他们压力也确实很大，是，然后呢很想修行，是，但是呢他们就是太过于忙碌，还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让他们修行。是，所以他这种形式呢，还既锻炼身体了，然后呢就是简单的念句佛号，对，也能帮助他修行。不光现在他能解决身体的问题，未来呢他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还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这个层面，是这样的，是不是？对，没有错。因为这一种念佛拍手操啊，不限于在室外，在室内都可以做。是的，风雨无阻，是的，这个不受任何限制。像您这个念佛拍手操后面的这个背景音乐是那个修持念佛，对。但是那个现在这个修持念佛，像我们春节都有去过那个海南呐，或者三亚，很多的人。这个人呢，他们就是还没有走进佛门呢，但是他们通过这个修持念佛的背景音乐，已经在很多的广场都在这个跳这个就是运动的这种拍手的这个活动了。听说了。这个音乐也是师父创作的呢。对，因为创作的这种音乐啊，主要是容易学，节奏也不会说太复杂，所以对大家呢容易接受。是的，而且因为你不管他是学佛的，是没有学佛的，佛都平等的救度。你是很恭敬的念佛，或者是散乱心的念佛，佛也救度你。所以佛呢，这种大慈大悲啊，透过这个名号，让众生有个依靠。首先要求的是你愿意念，你愿意念出来，佛就不放弃，永远要救度你，给众生永远的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拍手操，有人把这个名号好好的弘扬发扬光大，众生这个受益无穷。不但现世心想事成，随心满愿，更重要的是临命中佛发愿要救度念佛的人，这个金刚的种子一种下去，永远不生不灭。那师父您在这之前呢，也创作了那个念佛健康操。是。你看现在又创作了念佛拍手操。是。好像这个师父呢，不光是让众生解决这个慧命的问题，实际从师父的个人角度也很重视大家现在的健康，是这样的。对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怎么去修持这个法身呢？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修行人很多的误区是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然后呢没有力气去修行，然后呢把这个佛法呢也没办法再弘扬再光大，就是也有一些损失了哈。这一点你提得很对的。我们平心而论呢，很多修行人太不重视这个身体的健康了。那你这个坏的榜样了。是的，坏的榜样。你修行的人病恹恹的，每天就是吃药，每天就去打针。你说人家说这个学佛不灵感，是不是？佛没感应，是不是？我不然为什么你学佛怎么学的？到最后你看业障纠缠，每天就是疾病缠身。那这个是，给众生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念佛修行的人身体要健康。怎么样健康？自己要能够懂得怎么样去把四大要调理，对不对？然后多活动。我在国外师父最近这几年嘛，因为在欧洲美国有德国、法国、捷克，我在那边弘法。那些人家国外的人，你说你只很保守的就是千篇一律的这么宣导这个道理给他听，他听不进去。这中间一定要穿插一些活动，很生动活泼，对不对？那歌唱也好，或者运动也好，他很容易接受，吸引他们。吸引嘛，有时候我还请他们喝咖啡，他们就是很有兴趣，跟他们的生活呢息息相关，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样无形之中，大家的心态上觉得学佛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一方面精神非常好，二方面就身体健康。又能得到佛这个名号光明的救度，又能给他加持。所以你看，他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幸福。
太重要了。我们应该透过这样一个轻松愉快，不但把年轻人都能够接引进来，让这国外的人也都有机会来学佛，这功德无量啊！也感恩报答佛的恩德。是的，师父，所以说很多的莲友跟您在一起都非常的快乐，就是一起跟师父这个皈依师父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法师依止师父，都觉得跟师父在一起非常轻松，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非常开心，就是学佛也非常的快乐。所以师父您还是带给众生欢喜的这个本来这个净土法门嘛，念佛法门就是安乐行嘛，是的，就易行道。是的，所以易行道就不要给众生任何负荷、任何压力。那这样的学，他会学得轻松愉快。如果说学佛学到最后很痛苦，那就不是佛法的本质啊！你越学佛了越痛苦，你还得了吗？这就不对了嘛，偏了，走偏了。所以佛法是带给众生吉祥、幸福、快乐、解脱，一定要这样子做才是正确的，符合了佛教的这个核心价值。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今天对我们的开示，感恩师父，阿弥陀佛，别客气。通过与念佛拍手操运动发起人广心上人的对话，让我们走进并了解这位智者的深刻用心，以及他高超智慧的内心世界。广心上人创新的弘法形式，使佛法以更加健康亲民、动感活力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运动可以老少皆宜，强身健体，疏通经脉，简单易学，减压提正气，可以一个人做，也可以集体做。念佛拍手操不断推广，让佛法逐渐走进融入人们的生活。我是一个80后，平常在私企上班。我们80后的人群基本都是沉迷于手机和电脑时代，所以很少运动。平常这个颈椎啊，这个腰啊，总会痛痛的、酸酸的。自从做了这个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身心感觉特别轻松。我这个腰和这个颈椎都有一些缓解，我感觉这个操做得特别好。完了之后，心情也特别舒畅，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呼吁大家80后和90后的这些人群呢，能够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年岁大的也能跟年轻人一起参加这个念佛拍手操。我们以前呢修行的死板，经络也打不开，心情很郁闷的人呢，通过跳这个健康操呢，然后现在也快乐起来了。感恩我的恩师广心上人创作了这样利国利民的一套有益的拍手操，让广大的信众都能来练习这个念佛拍手操，人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希望你们加入我们哟。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今天就是佛弟子的多念佛，祈求两岸和平，法界众生和平。所以需要相信，不要怀疑，佛从来不欺骗众生，理财观念一种，最全不。只要你念佛，你一定到西方，到了西方你一定成佛。现如今，拍手操已经成为了广为人知、老少皆宜的全民运动。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拍手操的队伍中来。整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在石塔上出现。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